传统做汉药的，即马全台湾的是敢若剩7000外间尔。卫福部就来公布一项范围令，互修满30个月核心学分，也佮有实习一档的即个中药系，也佮有生药系学生，唔免考执照，嘛通摕到中药商的资格。有药师工会就来批评这款新的政策呢，实在甲资格放甲伤灵啊，也毋过嘛有人讲，这对经验也佮有知识的传承是有帮助的。 若要订补或是听药啊，真侪民众拢会到汉药房，尤其新冠疫情的时阵，清冠1号的汉药丸嘛发挥重要的医疗作用。前个月卫福部有针对药事法第103条第2项的规定增加核实，未来开放有领到经营中药证明文件的专业人员，而且有修中药课程达到标准，实习1年以上就会使经营中药的贩卖业务。 但是有药师工会不满主张，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，应该爱统一由药师来管理。不过有中医师工会认为，这个新的解释令会当来促进中医药产业专业分工，而且会当确保产业链的医药安全。中药不是那么单纯，一进来就可以卖了，它还要精选，它慎选要不要挑错药，啊，另外还有泡制，啊，那最后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来讲，我们是要国药国重，我们需要这种人才来帮忙来筛选。 根据中药商全国联合会的统计，全国的汉药房到去年敢若剩7903间，有够10年来可能无够3000间。中国医药大学的中药主管学系的学者指出，一般药学系只要修满中药相关的17学分，考过药师执照，就通有中药商的资格。但是新的解释令要求中药系也有生药系的学生要修满30个月核心学分，加上1年实习，嘛通摕到中药商的资格。不过4年训练并无较轻松，学者和中药商认为，在中药产业快速衰退的现状，新的政策唔通增加中药师的人才来源，嘛通促进中药对经验传承变做专业的知识传承。毕业学分爱128学分，28学分内底有50学分是跟中药有关系。这个解释人讲，伊讲爱个1年的中药产业的经验，我其实这嘛最重要，因为咱台湾的中药传承其实是经验传承，所以因1年的训练。 其实会让咱的学生学的物件，会使变讲较实际化。我们也希望借由整个教育，或是借由整个大学教育以后，来补足我们这些人力缺口，也让我们中药能够在民众用药安全方面能够有所提升。 针对新的解释令，卫福部表示，为着民众的健康利益，也有诚实需求，甲兼顾尊重药师的专业，会甲解释令当中的生药学系调整做药学系。另外，若是中药管理，卫福部指出，对处方药、指示药、甲健康食品和药农制度等等，拢会来做详细的规划，打算月底会对外说明新的制度。记者卢尚如靠编辑台北报道。